地人在地前来看这个婚林爱无碍协会的成员，这个月初3骑这个手摇车来环岛，有4位日本朋友伫半路来加入，协会带因参观到手摇车的工厂，嘛去看台湾的庙寺。到22号，这个车队顺利登来到婚林，完成这座旅程。婚林关爱无碍协会这个月初3为岛南出发，骑手摇车要踅台湾一日。今年上特别的是有4位日本朋友做伙参加，因讲这个经验是真难忘。回去了后，嘛想要伫日本成立同款的车队。電動だっていうところが一番大きいかなって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ね。台湾的成员陈素卿今年是头一摆参加，原本想讲骑几工啊就好，不过因为大家人的陪伴，予伊骑完全程。冬天的衣服就送过来了，然后就帮我加油打气。协会创会会长陈明说讲，这届因带日本朋友亲入在地游台湾，不过因为在备用手摇车的货车无够大台，这届转来希望会当无接到大货车来解决问题。那也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行程获得比较好一点的这种补给啦。这个手摇车队风火轮自2022年开始环岛，今年是第2届，主要是希望透过活动来鼓励新疆朋友行出去，实现行动自由。Hello， 我是林明瑞。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